是有的。OK OK。是这样吗 ？OK。嘞，应该是这。嘿嘿，Hello， 有人进来了吗 ？Hello， 这样看一下哈，应该没有问题了。这里有串流哦，然后，对啊，Hello， 好久不见啊！刚刚最近才直播，最近没有直播。对。Hello， 哇，这个怎么会有电啊？Hello， 嘿，晚上好，杨洋，晚上好。我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样。然后我用手机看一下我现在怎样。这好像就是，嗨，猜，Hello， 各位晚安。你说有急事可以问吧？Hello。今天直播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七夕节过得怎样？反正我昨天的话好像就蛮难受的，就一天过去，哎呀，感觉现在为什么两旁黑啊，好怪啊！哔哩哔哩如何更新啊？就是Google Play 或者是说直接去他那个 B 站官网上就可以更新啊，就不需要别的东西啊。打开到不是最佳分辨率，那怎么办啊？昨天不是普通的，不可能是普通周二，好，可以。我现在他好像是没有关系啊。下次直播再改那个分辨率好了。这次他好像是用 Apple 的那个分辨率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安我的主人，不能这样，我们都是朋友，不是主人之类的。我看一下，为什么？对啊，为什么感觉我这里好像跟你们有一点点延迟吧？好像是。让我充个电，手机没电了。Hello， 大家可以发点那个聊天，然后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昨天你们过得怎样？人家说地下一年，天上一天，四舍五入的话就是天天见面。那喜鹊不是累死啊？天天被他们踩在上面，超不爽的。哎呦，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手机上网络有点问题了。没差。应该是一个版本啊，B 站没有分那个版本哦。反正就是直接去它官网上面，不是有个 App 下载嘛，那边下载就可以，没有太大差别啊。如果是 Apple 的话，就 Apple Store 里面就可以，没有差别的。对，是说好像是 TikTok 是有差的，就抖音跟 TikTok 是不一样，但别的不会。对，请使用不超过4秒关键帧率，但帧率不够，可能会使缓冲状态。注意，什么意思？
你这边有点卡，什么情况？可是我这里还好其实这里上传还是蛮正常的这里。错这怎么办？我设置过没有问题这里没有断OK。然后是说，因为那个什么，我现在可以在那个别的地方也可以实况，好像是这样子，因为18岁了。对。我换另一个账号，就是我哥哥的账号。可以可以我喝点水，好久没有。这是什么时候的？这是今天的吗？不知道，算了，应该没有怪味。话说，是不是感觉我现在瘦了很多？我最近吃饭吃的蛮少的。我比你少4个月。这么说你也是18岁4个月的话，你应该是4月份的。反正但为什么我这里看我自己有点胖的样子？所以我感觉是应该是头像太大了嘛？这应该是 Apple 的问题。对。其实我生日那天，对，我讲了生日的那天好了。生日那天的话，我就是和我那个朋友嘛一起去打电动，然后第一次去那种电脑一大堆，就是一起玩游戏那种，然后好像玩了一下午的 PUBG 和那个 CS:GO 就2个东西。角度问题吗？我现在是正对着这个电脑，因为它是麦克，所以角度不太好调。我之前那个是它的那个摄像机是离我有一定的角度的，对，斜着的。OK 然后玩了一天之后，晚上吧，应该是晚上，我就去吃了那什么叫做冬阴功之类的。不喜欢玩枪战，瞄不准。其实我也瞄不准我玩 PUBG 的话，主要还是就是跟那个游戏里的人就是聊天之类的。我其实不怎么打的，不太会打。对。所以现在呢，说点什么呢？有没有什么话题各位？然后，你们暑假是到什么时候快开学了吗？可能有点晚了吧。9月14日上大学，那你比我早一点，我是10月份，好像是10月10号之后吧，就去上大学。对，我们这里好像开学有点晚，这次好像就这次才晚一点。对，是，怎样是网络有点卡吗？还是怎样？感觉有点。对，我4岁，那我才3岁。我来了，这是我的账号，我是有 YouTube 的。很好，那个小恶魔 Little 什么？那怎么读等我 Google 一下呢。DEVIL，我英文蛮差的。是说我现在说话清晰吗？还是说有一点点不清晰？
我忘了写一个做了，什么意思？写了一个忘了写做了是什么意思？我先听一下这个 devil。哦 devil 是 devil。OK，little devil。OK，你忘了写一个做了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是应该把眼睛看这个镜头？OK，哇，今天怎么突然之间人就变少了？他这个 YouTube 一直在提示我说，这个视频流状态较差是什么意思啊？嘿嘿嘿，欢迎刚进来的各位。Hello， 赖佩华。Hello， 不迟。开了就没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发点东西啊，我们来聊一聊啊之类的。对。啊，这不可能什么？人没了吗？人很多啊，现在各位都在。是说我今天好像也是去外面走了一趟啊，就是我有一张那什么，我今天去随便玩了玩之类的嘛，就是然后办了张卡，然后就说让我去拿东西，然后我就起来，然后那个银行那边给我办了差不多那个多少时间？1个小时多哎，然后就很扯。很卡吗？卡哭了，真假的？可是我这里的码率还好哎，说真的。是说怎么？我这里码率还好哎，它一直是正常在上传哦。可能那个网络也有问题啊，就是因为 YouTube 很多地方人嘛，所以说可能有些地方连接的时候就有点网络问题，对。或许是我这里的啦，我也不晓得。七夕在家追网飞啊 ，Netflix， 最近没有在追啊，最近好像我没有太喜欢的美剧，那个美剧好像要2021年才能上哎。但满格这，那可能是我的问题，或者是你现在在家里面还是在 WiFi 之类的？开了3个直播台，哇，这么多！我当时是写我也有做 YouTube 啊，这样子，我可以去看一下。怎么去看你的频道？我现在用电脑去看一下好了。等下我搜一下，搜寻。B 站做男性向，真假的？你 B 站叫什么名字？我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我看到你了，小恶魔，看到了。哎，这个那个画是你画的吗？蛮不错的样子。哎，你 B 站叫什么名字啊？我可以去看一看。但只有1个音频哦，没有关系啊，可以先去看一看你的频道。是直接这个名字吗？应该不会啊。最近看美恐，有没有稍微不是太恐怖的？我最近我可能比较胆子小，就譬如说那种爱情一点的，或者是搞笑一点的，或者是那种悬疑加爱情之类的。然后说直接很玄幻那种恐怖片之类的，我不太敢看。
看一下。是直接繁中收这个配华吗？还是怎样？还是说把它换成简体的？我现在 B 站打开好慢啊！很小，这 B 站怎么卡住了？科幻还好啊，还可以，那种应该还可以，科幻的，只要不是太恐怖。啊，我有看到啊，我 B 站给你点关注，可以。我有找到，用手机在找，我的电脑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 B 站有点慢，有点卡的样子，没差。哎，所以说我已经好久没有在 YouTube 上实况，因为之前在那台电脑上面，也不知道是那个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络问题啊，总是播一会儿就卡，就怪怪的。啊，没有播，放心，没有播。嗯，那是说我们等下要做些什么呢？譬如说聊些什么呢？大家可以发一点在那个实时聊天这个地方。他说那个 YouTube 这个 Studio 就是这个直播的地方，好像变得更高级了一点。话说我自己真的很可爱啊，真假的？嗯，括号是什么？一个括号，信息撤回。OK。不是电扇哦，是空调的声音，它那个噪音蛮大的。好，好，好，好。好想玩桌游，你想玩什么桌游？三国杀之类的吗？玩剧本杀，啊，就是狼人杀之类的呢。狼人杀还好啊，我之前玩过，就是后面好像没有搞懂什么他们说的什么金水啊，然后之类的就没有玩下去了。TRPG 或者是山中小屋，最近有发宵夜。没有啊，我最近就是晚饭没有吃，就是起床的时候已经是12点多了。他外卖送过来的时候就是已经1、2点钟了，然后吃好之后就晚上不想吃了，但又到了晚上之后，哦，就是我又肚子饿了，对，就我是迷大陆的，什么意思？你是迷大陆的什么意思？没有看懂。嗯，哎，一个城市叫我是迷吼，我搜一下，这应该有啊，看看啊，看到什么如梦一场啊，这个是这个，看到有看到。这种我一般有点看不懂他们这个 app。那你有瘦下来吗？过了那么久，我很好奇，现在体重有没有变化？好像是变重了啊，之前好像是有降下去啊。我记得我最轻的时候120多了，快要好了。然后我就
学校可能伙食太好了，然后我就经常吃的蛮多的，慢慢的体重又变到150、160去了。然后，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我多少斤，因为我有减，但是我之前我那个初三，高三的时候是有重，但是我现在又减下来，但我不知道现在多少斤了。对，因为我家体重器坏掉了，不是被我踩坏的，是他自己坏掉的，不要觉得是被我踩坏的，超级好玩，那蛮不错的，可以等下去看看。那我们今天呢播到几点钟啊？10点多一点好了。我想等下我去看看有什么东西，房间要整理一下了。可能最近房间有点乱，对，脑中不小心把斤想成150公斤，150公斤是 kg 吧？那就是300斤真假的？我这么重啊？我是这样子哦。很卡呀，真假？可是我这里就是我在实况的时候，我这里看这个影片其实是没有的。不吃宵夜啊，今天感觉肚子还蛮难受的，就不打算吃宵夜了。对，而且做宵夜很热我之前做宵夜做的我满头大汗，而且那个不是有油炸的那种东西，我是有放在泡面里面嘛，就是油炸的时候还把我的腿给烫伤了，就有点怕怕的，最近就不想做。对，最近好像没有投太多的那个影片之类的因为好像最近呃一直沉迷在影片里面，无法自拔，就忘记更新了。对，再喝一口水吧。那个水是之前的还是现在的？我搞不清楚。怪怪的，虽然说水应该没有问题啊，对。然后还有几天啊？1大2小3大4小5大6小7大8大，那8号是有31日的，所以说还有5天，就是9月1号了。那应该大多数的那个国中国小的应该都是开学快乐吧？我不太清楚，差不多。好呀好呀，是 Line 吗？还是什么？还是说 WeChat？还是 QQ 群啊？我不太懂，是哪一个软体的？我自己是有建一个 QQ 群组啊，对。我刚刚摸了一会儿我的那个，刚刚摸了一下我的那个手臂的那个肌肉，感觉哇，有点结实哦，好像练出来的。稍稍自肥一下，我确实是有肌肉了。对。电脑充电之前好像有40多趴电啊，我充着已经变60趴了，还蛮快的。我在想下次去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好？最近因为那个疫情也轻了嘛，然后新电影也开始慢慢上来了，我就想着什么时候再去看一次电影。虽然说我那个8月
几号啊？22号啊，我有看，因为21号我有看那个电影，但是最近好像蛮想多去看2次的，然后在想什么时候再去看一次。是说大家想聊些什么呢？可以在那个实时聊天这个地方，就是发送一些消息之类的就可以。对，Hello，不知道哦。哎，那你们最近有做什么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吗？成年了有打算做什么？成年了有打算，那我先去学驾照啦，就是开车子需要学驾照，然后期待大学生活啊，然后就是我个人是蛮想，就是就蛮控那种卡之类的，我就有点想收集那种，对，所以说成年之后，我觉得跟没成年应该差不多吧，毕竟只是呃年龄上面变了而已，别的话应该没有太大差距了。你不会骑车，所以被丢去住宿了。那公车啊，或者是坐公车之类的，或者捷运也可以啊。为什么说一定要在住宿呢？住宿我是蛮不喜欢住宿的啊，除了大学，因为疫情之类的，逼不得已只能住宿啊。好像学校现在都采取那种比较封闭，所以不让我出去，只能住宿。其实我个人是蛮不喜欢住宿的，对，因为住宿的话，首先人很多，就感觉没有太多的隐私的感觉啊，对，而且，就像我国中时候我有住宿过，我国中时候住宿的时候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很不习惯，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那个住宿的地方，它的厕所是只有一个的，就是东边一个，西边一个，然后我们那边有几个寝室啊，一层楼里面有8个寝室吧，一个寝室里面有8个人，8乘8等于64个人，64个人有一个卫生间，就左右两边啊。然后然后他是每2周换一个寝室，就是去打扫那个卫生间，就真超恶心哎！你就不好，就是宿舍里面就一个人，就宿舍8个人，那就8个人，然后就是一个宿舍就是一个卫生间，就蛮好的。他就偏偏要一个卫生间，然后给64个人用，然后打扫起来还真的很臭哎，就是64个人的那种排泄物之类的都在那边，就是虽然说会冲掉了，但是那种味道还是蛮重的。我真的不喜欢住宿啊，而且生活也不方便，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有点军事化的嘛，就虽然说没有说让你真的很正式的那个当做阿兵哥一样的在那个管理啊，但是说叠那种豆腐块的被子啊之类的还是会有的。对，学校宿舍4年免费，卫生间有雇人打，哇，那蛮不错的。哎，这样子可以。那4年免费，而且有人打扫的话，那还好。其实除了隐私方面，就譬如说舍友之间会看看你的东西啊之类的，其他还好。4年哇，宿舍是免费的，真的很羡慕，有点酸。伤了，为什么你们是免费的？只要不翘课就好。那其实大学里面的话，课还蛮少的。看什么电影？我之前有看一部电影，那个时候就是蛮想看的，
就是那个预告片之类的，真的蛮热血的。你去频道那边，我去频道那边，什么意思？撤回了，就是我之前就是有看到一部预告片，就挺爽的，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叫什么800，然后现在的话，我只是想去电影院里体验一下那种气氛啊。当然，我最好不去看这种爱情片，因为看爱情片的话，就是情侣太多，撒狗粮。你频道那边，是说，怎么哪个地方呢？哦，看到了，这个是微信群哦。OK OK，我可以这样。OK，我有进，我有进。OK，我有进微信群。要出门很麻烦，其实还好吧。出门就是，出门就是带好防晒的，女生嘛就是带好防晒的，然后穿的漂亮亮亮的，光鲜亮丽的出去，就是要打扮自己就挺麻烦的，别的其实还好啊。对，为什么我这微信也是这么卡？我的手机出问题了，干。这个贴图可以。没有啊，TG 区没有荒废，没有荒废的意思。没有荒废的意思，只是我最近没有长灯啊。那个我还是在的，只是就是讯息之类的，就是不太能看到，有时候。因为我一般就是用聊天的话，还是那个 QQ 群主多一点，因为那边我就是汉烂一样啊，就是对。其实我这个人连微信都是只是用来关注一下公众号之类的。不过 TG 我是有继续在用啊，对，所以不用担心那个没有荒废掉。我还是对，有说出来，对，就那个影片下面那个简介区都是有标出来，对，TG 区没有荒废。是啥样？好想吃东西。你可以点一点外送，或者是说去那个便利店里面去找找有没有什么吃的。对，所以接下来，哦，对了，我记得我最近打游戏超不顺。最近打游戏的话，就打那个王者，好像一直连跪，就不太舒服，就是输2局赢2局就超不爽的。有新人进来喽，Hello Hello。那各位最近有没有做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呢？或者是说，你们最近在干啥呢？朋友圈里面他们都在卖东西。最近在玩
点这什么东西啊？DECET，等一下，我翻译一下，DECEIT。最近在玩欺骗，跟朋友结心结。哦，是跟朋友吵架了吗？嘿，小薇，你身高多少啊？以前很想说，只不过不敢。现在我用自己的勇气来和你说。啊，我身高的话178，差不多快180了，还差2厘米。Hello，小薇，游戏名字哦，看一下。好了，约定，我跟你打赌输了，我说一下，我是猪，我是猪，OK，约定输了。我看一下，DECERT 是没有啊，没有说很矮吧，我一直都这个身高啊。我在我们班级里面的话，也算是高的那一档啊。我没有说很矮过啊，没有矮过啊。DECIT 是那个这是第5人格吗？还是怎样？我不是太清楚，我这里没有搜寻到。没有承认，我只是输了，不是承认我不是猪，怎么会是猪嘞？真的是一直疯狂剪影片，你在剪什么影片啊？就 vlog 吗？还是说，你之前在创作的那种东西？最近就是我之前不是有发片说我把 iPhone 给升级了吗？升级到了新版本，然后他给我借网瘾，说我王者打不了了，就重新降过来，手机东西全没有了。我胡子没刮，我刚刚成年，所以说我打算下次去剃头发的时候，就是把胡子也刮一刮。对，165啊，那蛮标准的身高哦。就是女生的话，这个身高其实蛮标准的，对，很棒啊，这个身高很棒啊。那很 perfect 啊，对啊，这个身高是非常非常 perfect。157也还好啊，对啊，都这个区间里面其实都还好啊，对，不会说很怪啊，女生这个身高很好啊。我刚刚什么讯息啊？我发现这 LINE 天天给我推这什么东西啊？他这个公众号天天给我推什么购物啊之类的。哦，我的身高是187啊，真假的？150就是那其实也还好啊，150也可以啊，没有事情啊。身高不是重点啊，主要是说，其实觉得决定一个人不是说身高之类就那个，其实人的话，其实譬如说性格啊之类的都很重要啊，没有说身高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不用觉得身高就不好之类的，对。对，其实我发现虽然说我 LINE 没有怎么跟朋友在聊天，但是他一直给我，就是他有一些蛮好看的主题啊、贴图啊之类的，我就忍不住想去买它，就很怪。然后一买的话就是1、2个、2、3个这样买下去。配音啊，
反而都是听一个人玩游戏、唱歌。那其实能睡着就是好事啊，对不对？就像我的话，以前就是一定要那个旁边有一些声音我才能睡下去，现在的话就是感觉有声音的话，我就感觉就是会有一丝丝难受。但是如果说反而这样子能睡下去，我觉得也是蛮好的。说真的，你要承认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身高178吗？我早就承认了，我又不矮，真的是，哎，嗨，安，3点多睡，嚯，夜猫子吼，抓到了，不要太晚睡啊。我高肯定是想再高一点啊，譬如说人家男生，我有一个同学，他身高有1米8多，对，所以我也想着稍微身高再高那么一丢丢，至少至少到个180吧，我觉得这蛮好的。哎，最近熬夜写小说，睡眠已经不到4小时了。那其实可以睡久一点了，就是小说，没有说一定要早睡早起啊，但是说，你可以晚睡，也可以晚起一点，把睡眠8小时到了就可以了。很爱睡觉不错啊，爱睡觉的话，至少不会有黑眼圈。我现在一般8个小时睡到，但是黑眼圈还是会有。哎，不过每次起来都是中午。中午的话，怎么说？中午的话点个外卖，他就下午才送过来。下午送过来之后，吃完饭，晚饭又不要吃了，晚上不要吃，又开始吃宵夜了，就是一个这样的循环。哎，我是我是指你87，什么意思？不，你错了，我现在平均超过10个小时，我也是有黑眼圈。喂，那可能就是天生黑眼圈也差不多。我现在也是一直就是黑眼圈蛮重的，或者就是哦，北七是不是？哦，87，OK，我懂了，懂了。哦，我才不是北七嘞，真的是错了。哎，突然之间，人多了起来。Hello，进来的各位，那现在呢，该说点什么呢？哦，有影片我看一下子我就会直接睡着，真假的？很宅啊？我看起来很宅吗？我看起来很宅吗？我觉得我还好啊，我就是有时候喜欢在家里面打电动，但是其实还好，我也会出去啊，我会出去啊，我不是说天天在家里的人，因为我天天在家里我也会觉得很闷的，对。然后我发现我床上应该是有什么虫子之类的，我现在这手上有一个包就很怪，很痛很痒，是指我的脸啊，这角度问题啦，真的是角度问题，iPhone 的麦克的问题，对，麦克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他把我的脸拍得特别大，然后显得我很胖。其实我不胖的，你看我那个，YouTube 那个头贴就不胖的，真的不胖的，就是这个这个麦克有点把我的脸拍胖了。这个油刮在我的那个
爆炸头啊，就是以前没有剪太短，我现在就是把它剪短了很多。在某些角度看脸很肥，我老，我老，我脸很胖吗？嗯，其实我是瓜子脸，看见没有？还是有个 V 的，只是有些角度的话，就是因为这是平面的，对。哦，对，那种肥肥的、肥嘟嘟的脸就很想被捏一捏，就是有些人的脸圆圆的、肥鼓鼓嘟嘟的，就特别特别喜欢这样捏捏它，就很可爱。就一般小孩子都会这样，就很可爱的捏捏它。感觉你很喜欢吃泡面，泡面也很正常啊。不是啊，不是吃泡面啊，我只是有时候图方便，所以才吃泡面而已啊。我一般如果有钱的话，我就直接点外送了，我就不喜欢点泡面了。对，而且泡面的话，我一般吃的话会加东西。哦，对，那可能我就是这样偏胖的。哦，不知不觉我又解开了一个谜题。我早上睡到晚上，你很爱深夜放毒。是的，其实有时候我是故意放那个美食在半夜里面，就像我 IG 啊、Twitter 啊，我都是喜欢在半夜里面突然发两张那种负的上去，然后就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饿，大家也饿。明天 IG 我只是发发动态之类啊，我不太喜欢。每天 IG 是吗？我没有每天 IG 啊，我就是隔了2天才发，最近好像都没有发了。因为最近我觉得，攒的图片太少了，打算下次放一个大招，9张图片里面我放8张吃的。不要这样子，不要冲过来打我，我是个乖小孩。我以前到亲戚家都会被捏脸，或者被我大舅磨蹭脸。那你肯定是很可爱啊，所以大家都喜欢捏你的脸，然后大舅就肯定很喜欢你，所以就是喜欢摸摸你的脸，磨蹭你的脸，就很可爱的话，大家才会这样，对，所以特别特别讨喜。我来看看 IG，说起 IG，我看看 IG。IG 在哪里？哦，在这里。Instagram 应该是这样做的吧？哎，有2个人关注我，可以有点开心。其实肚子的话，其实如果你没有腹肌的话，大家都是有一个肚子啦，就是对，都是有的。如果没有的话，你缩进去的话，就是太瘦了，那就不太健康。但是凸出来的话，不一定代表你很肥，只是说明你正常的，对。哎，不过我也在练腹肌啊，只是你做仰卧起坐啊、俯卧撑之类的，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我做了好多，我基本上半年里面每天都在做，但是没有起效，可能是我吃的比做的来的多吧，对。有人推特关注我，是谁？哦，洋洋，看到你了。我有练啊，我每天都是有练那个仰卧起坐，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练好之后会吃啊，有时候会吃，但是现在家里面只有可乐之类的，就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泡面这些都被我吃光了。上次买的那个马来西亚那个泡面没了，还有一些新加坡进口的那什么，我去看一下。
嘿，干，OK，还有一些这样子拌面，我打算，哇，这个椅真难受，要修啊，又到地上去了，就这样子的泡面，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我觉得挺好吃的，叫什么 Coca， 对。肚子让我想到以前在亲戚家发生一件事情，我在睡觉，然后我表哥就来吹肚子，直接把嘴巴贴在上面吹，然后我就会咬他。哎，那应该是很小时候的事情吧？如果说年纪大一点的话，你就把他当流氓。哎，我打算这个面，它有4包，我打算明天吃2包。后天吃2包刚好，因为我最近好像钞票花多了，我差不多这周吧，这周1到现在已经花了差不多有多少钱啊？2-3千台币了吧？对。唉，所以说这就要省着点花，不然的话，下次还支付宝就还不下去了。支付宝等下直接说，由于你花的太多，你又还不起，把你的什么花呗给停下来，就不好了。对，那各位有没有想好明天打算吃点什么呢？比如说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然后晚上吃什么东西？我刚刚很期待一个人开唱歌台，然后滑推特之后马上就被泼冷水，改成了星期五。那可能他要准备嘛，对吧？到星期五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更加的厉害了。怎么样才能像你这样健谈啊？这个其实教你一个方法，你就是去那个，你不是都有那个 PUBG Mobile 嘛，然后到里面去，然后随便匹配到什么人，就是加入一个队伍。今天说，你们会说话吗？能说话吗？能聊天吗？可以聊天，那我们一起玩吧。然后进去，一直跟他们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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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跟他们聊。他们不说话，你说，你怎么不理我？然后慢慢你就会慢慢的健谈起来。对，就是练社交，练这些东西的话。就是练 PUBG 就很好。我打算晚点宵夜加汽水。有抓到了，你也在吃，你吃什么宵夜啊？很尴尬啊，确实会啊，就是 PUBG 有些人就是想打游戏，就是想把那个排位打上去，没有说想跟你一起 voice game， 就是声音游戏。但是，只要脸皮厚，啥都能干，是不是？泡面一般吃泡面就要吃两袋3袋，3袋太多了，2袋3袋。我上次直接吃了3袋泡面，我直接肚子撑死了，然后睡觉的时候还是很难受，所以我打算以后只能吃2袋，2袋是最多的了。所以那些大食怪真的很厉害，他们一下子可以吃1脸盆、2个脸盆之类的，哇，真是很厉害。而且鸡腿高这些太多，我觉得很厉害，但是我就吃不下这么多。没有2袋半的话，你半袋就要浪费掉了，你扔掉其实还真的很舍不得。虽然说，价格确实没多少，但是你说扔掉的话，总是很可惜啊，对不对？然后你妈妈又看到，她说：“怎么没有吃掉就把它扔掉了？怎么回事啊？”我就不好意思，适量就好。对啊，2袋我觉得蛮不错的。虽然说其实那个之前我吃那个就发过影片，那个马来西亚那个泡面，其实2袋是不够吃的，因为它面就是那个面的包装很小只。这样。对。所以我一般就觉得2袋不够吃，3袋又太多。对。看看情况，有时候一包面
2个饭团、2杯饮料，有的时候连1包都吃不下。啊，那是要看心情啊。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你吃多少都没问题。但是你有时候就是心情不大好，就就不想吃东西，是有这样的情况，只是浪费钱啊，没有啊。我吃3包，但是我还是不会胖。哇，这是我有点羡慕的事情哦，吃多少都不会胖。啊，喝点水。是的，他在炫耀，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他在炫耀。我被炫耀到了呢。哎，真的被炫耀到了。就是说真的，如果吃的不会胖的话，每天大鱼大肉都没有问题。只是一般人都做不到，吃多了马上就这个脸就发福了。哎，就像我有一年就是瘦到120多斤了嘛，然后那个暑假我就吃的蛮多的，然后第2年他们就觉得，哎，你怎么胖了这么多啊？怎么回事啊？然后我说啊，有吗？我其实自己看的时候，我这个人其实还好，但他们觉得，哇，你变胖了好多哎。我又把药倒掉了，好棒啊！你倒了什么药啊？药还是要喝的。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药，如果开了的话，还是把它喝掉的好，对身体好啊。对，你没有啊？反正我其实觉得，其实中药我觉得其实还好，不是太苦啊。然后药丸的话，我觉得蛮方便的。我姐姐就以为我是垃圾桶，她就把她吃不完的给我。那其实，我其实不太喜欢吃别人吃下的东西，因为可能跟星座有关系啊。我就是因为我是处女座的嘛，所以对那些东西好像有点洁癖的样子。就是他们吃过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东西怪怪的，不喜欢吃这个。哎，就平常跟我说的哦，那就是那个药啊，不要丢掉，要喝下去的。以前吃药都会被妈妈盯着，所以根本到不了。现在已经乖乖会乖乖吃了。对啊，反正这个时期，药都是要喝下去，然后就是不能吃冰的啊，对，不然的话肚子真的会痛哎。虽然说那个西方女生的话，不管怎样都会吃冰淇淋啊之类的，但是可能他们就是免疫这种东西啊。反正我们的话还是不要吃这种东西啊。对，过了之后，对吧？1个月只有7天不能吃，哎，还有几天都是可以吃的，是不是很划算？想想，万一肚子痛了，反正也吃不到，而且还要肚子痛，那是不是更难受？丢不丢？哎，不能吃啊！有时候就是那个时期的时候就不能吃，但是一般的时候就可以。肚子不会痛，那可能你比较能接受那种东西吧。但是最好还是不吃啊，因为吃冰的话，嗯，中药不是有讲究那个阴阳什么的吗？冰的话，冷冷的应该属于阴，然后那个时期的话，其实女生的话，身体里阴性属性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把冰块吃下去，阴上加阴会对身体更不好。虽然你不会肚子痛，但是可能会更不好。可能有点迷信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还会有血块，其实平常不吃，如果平时一直吃，照样会痛。还有血块，血块是什么意思？
你要点外卖，这个时候嘛，你送过来，你马上不会骂的吗？反正不要多吃冰就好了。要吃的话，也就吃那种凉凉的东西就可以。就譬如说，你喝蒸奶的时候，就是吃冰，不要吃冰，就是吃那种凉凉的蒸奶啊，或者是新冰乐啊之类的都蛮不错的。或者说可乐冰过之后都可以，就是吃那种冰块之类的，还有那种冰淇淋啊、什么冰棒啊之类的那种东西的话就不太好。嗯，哦，对对对，可是一个人住，现在点，嗯，虽然说，那其实蛮爽的。现在点也不是不好啊，可以当宵夜吃。我现在也好想点啊，要不就在嘴里面等它融化掉。但是你不觉得在嘴巴里面把它融化掉之后，那那口水也会变得很多嘛？然后口水跟那个奶融在一起的话，会不会感觉很怪那种味道？嗯，你是直接什么讯息哦？啊，你是直接什么？直接，我很羡慕那个不会肚子痛的人啊。不会肚子痛不代表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对。吃冰块啊，你直接吃冰块用牙齿咬掉吗？哇，那不行。我是属于很痛很痛那种，直接躺在床上不能动。所以说这种体质，你就更不能在那种时候吃冰了。对，我点了焗烤跟麦当劳和雪碧。其实麦当劳里面不是就有卖汽水还有那个烤的东西的吗？我很喜欢吃，很喜欢咬硬的东东，硬的东东，很喜欢咬硬的东东是什么？你是说那种，譬如说压缩饼干吗？就很硬的咬下去那种。牛奶棒是软的啦，然后冰块这样吃对牙齿不好。我现在就是咬那种冰冰凉凉的东西，那个牙齿就会滋的一下，然后很敏感的那种敏感牙龈吧，应该是对，就是不能吃太冰的，一咬下去就难受。哎，如果压缩饼干的话，其实还蛮好吃的，虽然说吃多了就腻了，但是那口感是不错的。对对对，就没有办法直接吃冰块。但是自从回来那个以后，就很少吃那个东西，一个月里几乎吃不到10次。我有时候会想，哎，那就，哎，反正如果跟真的跟身体比起来的话，少吃点这种东西，其实说真的，值的啦。你身体只要好好的，对不对？呃，少吃点冷的就少吃点冷的，对不对？反正吃不到这个还可以吃那个，对不对？我有时候想看，那麦克风，你看我这么大只的麦克风，你觉得能啃吗？算了，太大了。嗯，哎，我打算大学的时候再去买一个这样麦克风，这个放家里就好，另一个就随身携带，不然的话就把一个麦克风，等下走走停停的把它那个弄破了就不好了。对，其实我现在蛮期待开学的，不过靠近会被电到。为什么会被电到？还漏电吗？
我有看过《鬼灭之刃》啊，B 站上面那种剪辑的影片我有看过，但是具体的内容我是没有看过的，因为可能不是我喜欢那种类型。我喜欢就是那种校园轻松啊，就比如说那种鱼干妹、小埋就蛮不错的。Hi, but where am I？ 什么意思？给我翻译一下是什么意思？Sorry, I'm English is so poor。哎，sorry 打错了，这样打的。哎呀，我英文超好的，我跟你说。哦，静电是吗？那是冬天比较多，现在还好吧？才没有嘞，我中呸，我英文很棒的。啊，你会中文哦？你会中文就可以。你会中文，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吗？我没有看懂，真没有看懂。唔好意思啊。哎，不要嚼冰块啊，对牙龈不好的。第1名倒数1啊！哎，我跟你讲，我英文很厉害啊，我英文，对吧？什么？英文 English 对吧？你跟我说翻译什么？我问我在哪里？你在哪里啊？你在我的你在我的频道里面，对，你在我的影片里面，我看到你了。哦，你才12岁啊？那我比你大6岁。考第1名只有一个人考。哎，谁跟你一个人考试啊？12岁，你几岁？你几点睡觉啊？我感觉这个时间，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去睡觉的。你老了？没有啊，那我也老了。我们都是什么？都老的。12点，那你不会爸爸妈妈不会骂你吗？哎，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爸妈看到我这个时间睡觉，肯定会来骂我的。哎，这以前我熬到12点也算是，怎么？你刚刚开台不是说你3岁哦？哦，对啊，其实我3岁，我忘掉了，不好意思。2开头，哦，那也还好啊，2开头也不算老啊。会骂，那你要小心一点哦。等一下被你爸爸妈妈看到了就完蛋了。哎，其实一个人住真的超爽的，真的。怎么说呢？首先就是没有人管了，第二就是没有别的，就没有人管了。但是水费、电费这些就要自己来了，这会蛮不爽的。哎，就是外面租房子的话，再说啊。我记得我们那边学校那边租房子的话，一个月好像要个多少啊？6、7千吧，便宜的。对，很不爽。为什么？为什么不爽？喂虾米。你为虾米北宋啊？差不多半小时前，一个进来了又离开直播的人是我啊。
那你刚才去干嘛了呢？整理家里也只能自己整理，不能跟家里人整理啊！我一般整理东西都是我爸妈来的，我都没有怎么整理。哎，啊，因为空调开太大了。但是他不是住在我家，因为还有一个外人来管你。为什么外人会来管你？你再奇怪，这是什么直播啊？这个就是闲聊直播，就是随便聊聊天之类的，没有说一个明确的主题。对，嗯如果你说这是个什么平台的直播的话，那么就是这是一个 YouTube 的直播，对，两种意思。然后用这个账户又有看到，应该这就是 YouTube 的直播，然后你用 YouTube 账号有订阅到我，所以才能就会推荐到你这里去了。什么时候出滴滴的音频呢？过几天吧，我再看看会出怎样的音频。我现在台本写的有点慢啊，一般就是边想边就录了，对。嗯，怎么说呢？不是房东哦，那应该是亲戚之类的吧？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亲戚之类的。哎，我最近在 YouTube 上，就是一般就是看那种什么别人讲解金庸武侠，我感觉不是这个年代的人，还是那之前那个8070年代，对，不是是外人。那我觉得外人没有权利可以管你啊，对不对？他不是你监护人啊。哎，那大家最近有玩什么游戏吗？比如传说啊之类的。呃，可以订阅一下呀，那个 Alex 可以订阅一下呀，就是点个订阅就可以。真的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小铃铛也点上。嗯，等下我给你看哦，我有买原著，等下我去看一下。啊，不好不好，完了，我下面没穿裤子，哦，录进去了，完蛋了，录进去了，完了，不，我只是去想拿书，不好意思。我没有，好大一包零食吗？对，没错，就是我有买这书啊，但是蛮贵的。这个是淘宝上买的，就是香港进口过来的，好像是多少钱？我买了一套吧，好像是300块港币吧。对，没看到就好，没有看到就好。这件事情我就忘记了，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好吗？就这样，没有这个事情，你们都失忆了。直播，我有看第一，就是没有看完，只是买过来收藏一下而已。哎呀，嘘，我们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就当做没有发生过。对，没有发生，你们都失忆了，这个事情没有。我不知道他这个摄影机可以把这里都拍进去，
啊，我老这个麦克妈的，我要北宋。有记录档，哎，没办法。反正就是我忘记穿裤子，因为我不想，因为不是忘记，是没有穿，就是因为我在等下我就睡觉了嘛，所以就不用穿裤子。然后我没有想到我站起来它可以拍进去，就这种麦克啊，要修啊，这个麦克，哎，没有记录我们也可以倒退录影哟。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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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我们回忆一下刚刚的讲 ，No 不许回忆，不许回忆，刚刚不好。那这是麦克的错，麦克的错，就是麦克的错，麦克的错，不是我的错，我是个好孩子。哎，其实我本来的话，我在想那个开实况的时候，我就是想这件衣服都不穿了，我就穿里面那件就是背心一样的，对。然后后面想想，还是穿一件嘛，因为，哎，不想露太多。没有啊，就是穿裤子的话，我等下到床上去要把它脱掉，就很烦。我有穿裤子，我真有穿，我没有说下面全没穿，我有穿裤子的，不要乱讲。啊，你拿外卖这么快？哇，这么快的吗？我有点羡慕了，我的外卖差不多1个小时才过来的，而且运费还要多少钱？6块钱人民币是多少？30、20多到30块台币吧，对。运费是真的贵，然后我还开会员了，开会员他还送我一个5块钱的红包，然后5块钱红包减掉了，他就1块钱的运费了，哎，受不了他。你去拿外卖，你回来了，可以。哎，有外卖吃的孩子。不要录，不要录，不好看，那个不好看。那不是现在这个年纪的你可以接受的内容。你还要再长大一些。唔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是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哎，失算了，大意了，上当了。不是啊，可是还是有明显啊。那那不好看，你知不？那不好看。哎，我音频很纯洁的，我都没有这种内容，好不好？我那个音频里面就差不多就是那就那段时间里面，我有录2个27，也不是说像那种 YouTube 上其他那种音频，就是涉及到那种部分内容的，就是很清水很淡啊，我都没有那种内容都没有过啊，而且我也不打算弄那种内容啊，所以说这个年龄可以，这是全年龄的，放心。我音频都是全年龄的，放心放心。哎，说真的，我要说什么来着？说真的，好了，我忘记了，我变阿公了，我变老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忘记了。下面一大包是伯恩啦，不是我好吗？哎呀，
啥对啊？不要笑哭表情，这个感觉啊，不是，哎，不要对啊，对的，他才是下面一大包，不是我。哎呀，no 不胖，那叫死壮，OK。那个其实你看欧美的那些那个，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身材都很好。虽然我身材还凑合吧，那个腿都是很突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健康有肌肉，我就是属于健康有肌肉的那种类型，而不是说胖胖的。对，啊，要睡觉了，可以，晚安，捉猫咪，晚安啦，Good night。真的啦，不是什么最好，是真的，这是事实。我从来不胡乱的，对。虽然说我确实也有想着大学里面再去报一个健身房，然后去锻炼锻炼，但是怎么说呢？这是大学时候的事情。虽然我现在也在锻炼，只是没有像傻小什么屁啦，我是说真的啦，怎么回事？嗯各位有没有想好明天吃什么了呢？跟我说说呗。那食物确实好吃啊，就譬如说我最近特别迷吃鸡肉，那种黄焖鸡啊、火锅鸡啊，还有什么什么鸡啊、地锅鸡啊、那什么炸鸡啊，我都有在吃。真的，我特别没有特别迷鸡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哦，胖的，我不胖的，我很瘦的。想吃肉燥饭加鱼丸汤，哎，不错哎，这很清淡，鱼丸汤配肉燥饭，很棒。吃兔子跟小脚啊，不行，你这样吃太多了啊！什么啊？你在微信群里说拍大我拍，no，没有啊，鸡肉还好吧，因为鸡肉的话，我觉得很有营养，而且很好吃。但是猪肉的话就，虽然说我也蛮喜欢吃五花肉的，但是太容易变胖了。对，五花肉真的很容易发胖。但是吃烤肉的时候，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五花肉。哎，快忘掉，快忘掉它。想吃汤包，可想吃好多东东，那就都吃了吧，对吧？小孩子才选择，成年人都吃。那鸡肉呢？鸡胸肉呢？鸡胸肉可能我也吃啊，只是我不知道，因为它都是有调料之类全部放进去了嘛，所以可能没有吃出来吧。对，鸡那么可爱，你怎么舍得吃鸡？不吃鸡我还被别人吃吗？当然了，吃鸡才要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啊，对不对？什么？微信群？对不起，我应该会忘不，要忘掉，要忘掉，要忘掉。啊，我们开多久了？哦，1个小时半了。哦，我们差不多，我们10点50吧，要不下播怎样？哎，这不是扯啦，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拉回战术。也可以啊，11点嘛，11点凑个整也可以。OK 啊，哎，喝点水，我确实喉咙里面有口痰了。P，什么 P 啊？没有 PPP 这种说法的。好啊，我们可以明天或者是之后可以一起打游戏啊。PUBG 啊，王者啊，传说啊，我都有打。但传说的话，我最近没有下载。哦，传说真的太难了，我都不会玩。都手机，对啊，都手机的。我电脑游戏都不太会玩诶。我一般来说，一些那个很多 PS4 啊或者 Xbox 的游戏，我都是看他们 YouTube 上实况们在玩，然后看字幕，然后把剧情通一遍就可以了。好久没吃鸡了，PUBG 是啊，PUBG 聊天最重要。这个游戏注重的是过程，不是说结果啊。你吃不吃到鸡翅没差，对不对？反正分数都会上去的。哎，我记得我那时候疯狂玩 PUBG 的时候是有储值多少啊？有储好多，对。你都只玩电脑的，你玩电脑什么游戏啊？小游戏吗？你想出国玩？最近还不要出国，最近疫情蛮严重的。以后吧，以后再出国玩。对，我在摸自己的胡子，哎，胡子可以摸到哎，干。想去迪士尼，日本有一个啊，日本那边有一个，然后上海有一个，然后香港有一个，还有哪边啊？好像亚洲就这几个吧。算了。麦块还有什么 ROBLOX 这什么游戏啊？我搜寻一下。机械方块，应该跟我的世界是差不多的游戏，跟麦块是一种游戏，对，开放式的模拟游戏。其实我最近有点想去哪里啊？对，我想去日本来着的。对，之前跟我同学都约好了，我们说一起那个暑假的时候一起去东京玩啊。然后，日本疫情就爆发了，然后就没得去了。唉。Roblox 是类似小游戏的平台吧？那也还好吧，都是游戏嘛。就是别人做的 mod 之类的那种游戏是吗？那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然后可以让别人去做游戏的。我吃完了还要吃，还想再点，我肚子好。不要吃了，再吃下去，等下，晚上吃太多油腻的东西不好啊。对，他可能都吃完了，有点快。要是我楼下有便利商店就好了，我直接过去先吃点熟食。我有玩什么游戏？我就是玩王者荣耀啊，PUBG 啊，还有什么？好像没有了，好像就这几个吧。
哦，对，还有一个传说对决，对，传说对决，呃，那个我没有下载，现在就传说对决，我就有玩，对我有玩过。电脑上我是没有怎么玩游戏，电脑上我一般就是看影片之类的，对，吃零食而已。你吃什么零食啊？洋芋片吗？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洋芋片，国小那段时间，我就是每次去超市里面就买一大堆洋芋片，然后洋芋片买过来就天天坐在电脑上吃啃，然后慢慢人就发胖，发胖之后我就不能再吃下去了。洋芋片虽然很好吃啊，但是怎么说呢？那时候真的一度长到180多斤，初中毕业的时候，对，然后就减，高中的时候降到正常体重了，不然的话那种时候太难受了。原味的就是咸咸的有点，不过还可以啦，但我更喜欢吃那种泡菜味的，还有什么味啊？还有奥尔良口味的之类的。原味的原味的其实就是有点酸，有点咸，对。我点了冰沙跟意大利面，必胜客的吗？你吃这么多，原味呀，哎，洋芋片吃多了就停不下来了，吃久了想那个戒掉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哎，你们一直吃东西，我也想吃东西了。我不喜欢意大利面的口感，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就是有点稠稠的、黏黏的，但味道还好。对，我其实挺喜欢吃这种东西的。不过我这次吃的就是，我最好就配点芝士，或者是说那什么起司啊，对那种东西，然后搭配在一起吃，那会更棒一点。你居然想歪了？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啊，不行，你不能想这种东西。我们是健康的，我们是乖小孩。我要再点，哇，那你早饭都不用吃，我觉得。哎，吃太多了啊，晚上吃太多不好，就是太油腻，对肝也不好，因为肝的话好像是消化油腻的东西，过滤好像是。不要说炸鸡，我想吃。来吧，那你也点吧。你没有说出来，可是我也想到了。虽然我是乖小孩，但是那个基础的知识还是有的，对的。这只是宵夜，你要吃多少？哎，你说这我都打开了外卖 app 了，虽然说是打开了，但是我不会点，因为我怕我妈骂我。哎，这只是宵夜，算少的，这算少？那怎么样算多？哎，他这里有送我什么？有送我抵扣券，到期后10块钱一个月，可以啊，我可以包个月。要不现在开一个？我要花钱了。开通包月的，开通包月。我在花钱，我在花钱有没有？还是吃少点的好啦。哎，嗯，那对，我最近打车感觉它车费好像最近变便宜了。我现在用那个打车平台的软体，然后就是去打车。之前的话，一次就要20多块钱，
就是人民币啊，就台币的话是差不多100多一点，对。然后，最近的话就10块钱，就便宜了一半，我就感觉哇，天哪，特别爽啊！不是那个，我们这里的那个 Uber 都被收购了，都被滴滴收购了。对，怎么可能看我可怜？看我太帅了，所以给我便宜了一点。等下，哎，我妈刚刚叫我一声，说空调不要开。什么鬼啊！哎，屁啊，没有啊，没有看我太肥，我是很壮的。再说了，那也不是司机向我收钱啊，是那个平台跟我收钱，所以说他肯定看我太帅了，他把我那个证件照看见我，哇，你好帅，然后把我那个价格降下来了。哎呀，那各位现在在干嘛呢？譬如说吃东西，还有你卖靠背啊！喝雪碧哦。哎，我一般更喜欢喝那个可乐啊。之前是喜欢喝百事的，现在喜欢喝可口可乐。我不是个专一的男人。在打字，和朋友嘛。啊，等外卖可以。我妈那边好像在有动静，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空调关掉之后换了个房间啊，干有够久，这还久啊！我觉得外卖1个小时没差呀。你问我现在在做啥？我在打字啊，不然怎么跟你聊天？我希望以后 YouTube 可以那个什么，直接有一个在线连麦功能，这样就不用打字。哎。在想我小说急需要写结局，已经快写完一篇了。其实我也有写小说啊，但是我可能这次写的小说没有公布出来过。对，DC 是什么？研究 DC。这什么东西？我 Google 上没有搜索到。你听到了啥呀？哦，我不是。I'm not a pig. I'm person. Yes. Discord 是吗？这我有注册，但是我没有怎么用它，因为都是英文。不是英文，它有中文，但是我没有不太会玩。对，我有下载，我有注册过。而且它那个逻辑感觉蛮怪的，用起来。就这款，对啊。让我重新登录。主人明明很爽，不要叫主人了。Discord 一般打游戏的时候比较多吧，因为以前的话我听说，好像都喜欢用 Skype， 后面的话就是 Discord 出了之后，就是都去 Discord 了。哎，
后我们一般打游戏的话，就直接 QQ 电话，直接 QQ 电话就打过去了，然后就开始打。然后我不胖，哎，说真的，我第一次你说打 DC 的时候，我先理解成了那个 DC 漫画，然后第二次说 DC 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华盛顿特区，然后第三次我直接去搜了一下，然后是 Discard。嗯，不知道现在该干嘛了。是真的很胖。小九之前发了一个放毒的文，我就看到了他的肚肚。放毒的文呐、我发了好多放毒的文，我都没有拍肚子啊，我从来不拍肚子的，相机去拍过。对，哎，为什么影片卡住了？但我没有卡住，吓死我了。诶，等下，啊，微信。OK，啊，要不先下播了吧？我现在下去，我去找点东西吃吃看之类的。你空调到底是开多强？我空调26、28、27、28度，对，27、28、26度，对，差不多这个样子。啊，还是到50分下播吧，我感觉是，等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聊的？啊，我们再等3分钟，那我们就下播吧。反正我们下一次直播的话，应该会不久之后吧？对，应该是不久之后。这次时间隔得有点久，我记得我那次直播的话已经是2月份、3月份了，到现在的话差不多。对，不会啦，我现在会很，因为我之后大学里面我会经常开直播啊，因为确实大学里面对比家里面好一点。没有，这次是真的，我换电脑了。这次也是为了实验一下，我现在这台电脑会不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的时候会卡，然后没有卡哦，所以下次会直播哦。好了，下次真的会直播啊，而且会很快。然后 B 站的话我也会去直啊，因为终于到成年了，我要去 B 站直播一次。当然，直播的类型可能就不像 YouTube 这么随性了，因为我真的蛮喜欢 YouTube 这样随性的一个聊天环境。对的。好了，那最后1分钟啊，各位，要说再见了。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吧。Goodbye。好，看着我下播。晚安，各位晚安，拜拜。好，拜拜。还有1分钟。不行，不能叫我主人哦，不能叫我主人。直接就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待就可以吗？叫主人不行。OK， 不能叫主人哦。好，50分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